佢話好驚再一次愛人。佢催眠狀態入邊第一句講嘅並唔係我唔開心，而係我好驚再次愛人。佢話以前有一段感情俾人用一腳咧就踩碎咗，但係佢冇怨人，即係覺得自己好蠢，明明知道會受傷，但係繼續會跳埋去。最辛苦嘅並唔係分咗手，而係之後每一次想靠近一個人嘅時候，心入邊好似自動就出現一句唔好再相信人啦。然後佢催眠治療嘅時候，睇翻當時嘅自己，一個好想愛人但一路抑壓住唔愛嘅自己，一個明明好容易心軟但依家用冷漠嚟保護自己嘅人。有時候並唔係我哋唔想再愛，而係我哋潛意識並未認同我哋係有資格可以被愛。催眠治療並唔係幫你忘記過去，而係幫助你重新相信愛，亦都冇咁痛。如果你都想俾自己一個機會重新開始嘅話，歡迎 DM 我啊，我聽下你嘅故事。